大漠孤雁似黄昏，残阳似血破天门，曾杀龙头只怕滚，西侧阳关复活孤身。杨大人一鼓，何才？官堂一封，东厂私下布料埋伏，你们追不了了。万恶，腐朽，建造卫队将功折罪，你无。遭千岁跟前，我可保雄不死死。杨公死死，只有为恩，便宜死了。那一个是杨大人唯一国血，我就是死，必保全。我这方面也比一个何在？你看呐，这是家和殿，渔民类的无名侧去，那一股嘛，等今晚夜深，小生亲自送你房坐，请你下去，把孩子叫出来。东张手段，不过尔，今明一只错业的死样，就想骗我。东厂手段到底是何？你心中有数。我奉客栈是给你最后的机会，不算放你们出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方莫言，与一个策快。你跟你回去，沙场上你小有无的黑一听吧。当初你替我挡过两剑，今天就算我晚了一剑，可我却不明白了，你为何总是妇人之仁？你举得了那一股，
你还觉得了这天下不成？天下何在？你是你义父赵公公对他的，你义父对你恩重是啥？但当年谁为前事，少抚养他人，少子身上下之法命，都活不过今天。你也是个侠义之人，为何要帮助他们掩爱走了？你去哪里？这间客店与两国之法，这一间杀羊店。等等，孙子还我。